后来继续来看亚百合的世代会判，今仔日发起，阮支持台湾疫苗的连署活动，话讲台湾疫苗我 OK。发起人之一的台北医学大学的教授李宗熙讲，这个疫苗是战略的产业。 发生全球疫情的时阵，要伫国际上买疫苗，是比战争的时阵要买武器要搁较困难。另外这边，总统蔡英文嘛公开伫面册来话话，讲国产疫苗8月16开始预约注射。总统讲伊嘛会去，这个挺国产疫苗的声浪是一波接一波。 经过30年，亚百合学运的世代替国产疫苗讲话。所谓的 免疫桥接，这样来给予 EUA， 这是现在很多的国家对于免疫桥接其实都知道，你都不这么做的时候，还要人家去打安慰剂，这是不符合伦理的。包括欧盟、英国、日本、韩国，事实上也都接受免疫桥接，并不是很多人所讲的说其他的国际不认同它当然是一个战略产业因为呢当发生全球疫情的时候。 你要从国际上买疫苗，恐怕比战争的时候要去买武器来更困难。51个人共同联署发起支持台湾疫苗进行3期试验，积极提供台湾疫苗到国际嘛主张优先选定台湾疫苗，结合自主的疫苗研究，听国产疫苗声音是有够多。驻地的代表社志伟就发讲，驻高端也是互台湾拢爱徛伫上前线。连总统蔡文嘛伫面册保证讲，国产疫苗伫8月16就会使开始注文，伊卖去。 在网络上完成医院登记，选择接种国产疫苗。讲要注国产疫苗，为基层到总统拢收听，国产疫苗即马已经准备好啊。